謝霆鋒終於開演唱會啦！繼2000年紅館過唱 Viva Live 之後，相隔25年，佢再次登台開過唱。佢今次踩入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，成為第一位喺呢個香港最大場館開 show 嘅亞洲歌手。Evolution Nick Live 謝霆鋒進化演唱會喺4月24至27日連開咗4場，場場爆滿。散場之後喺場外以及地鐵裏面，歌迷們自發唱響咗謝霆鋒嘅經典作品，共同回憶自己嘅青春。對好多00後同埋10後嘅靚仔靚妹嚟講，佢可能只不過係一個賣香腸嘅靚仔廚師，但係對於80後、90後嚟講，佢可能係香港娛樂圈最具代表性嘅人物之一。16歲出道即巔峰，歌影視3棲發展，風靡萬千少女，刺激電影視道。今期社長同大家講下謝霆鋒嘅故事。1980年嘅8月29日，謝霆鋒出生於九龍太子道嘅聖 Teresa 醫院，父母係香港著名嘅藝人謝賢同埋狄波拉。出生於演藝世家嘅佢，出世1星期就登上咗雜誌封面，創造咗香港雜誌封面年齡最細嘅紀錄。佢自細就廿文廿武咁跟住父母拍廣告同埋趕通告。點解人仔細細就咁多廣告拍？2個字嘅啫，靚仔。由於靚仔得滯啊，12歲嘅佢就登上咗當時最流行嘅年輕人雜誌 Yes。唔知仲有冇社員記得呢本雜誌呢？佢13歲開始學打鼓，14歲拜師著名嘅歌唱家戴思聰，15歲到東京修讀音樂。同年父母宣布離婚，謝霆鋒從此跟住老豆謝賢生活。16歲嗰年聽講話，由於謝賢生意失敗，謝霆鋒被迫出道賺錢，負債子還。同年簽約飛圖唱片。據香港商業登記處嘅數據，謝賢當年有成1600萬港紙嘅債務。當同期嘅星二代陳冠希仲揸住老豆送嘅林寶堅尼嘅時候，謝霆鋒就喺出租屋裏面計緊數，每張專輯提成2蚊，要賣800萬張先至可以平到條數嘅陰公。好彩正式出道之後，佢立即成為咗全民關注嘅新人王，橫掃10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、新城勁爆頒獎典禮同埋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，一舉奪得當年最有前途新人獎金獎。而佢日後嘅發展完全對得住最有前途呢4隻字。當年佢嘅壞習慣仲創下咗最年輕奪得4台冠軍歌嘅歌手紀錄。鋒芒不露，呢個真係謝霆鋒嘅壞習慣。呢個壞習慣導致佢後面遇到好多挫折，出道即巔峰，紅得快，自然就有人眼紅。佢越紅，負面輿論就越多，話佢靠父母撐腰冇實力，靠資本炒作等等。負面輿論多到同而家大家鬧姜濤差唔多，都係唔好攞佢哋兩個比啦。喺一次天馬南3萬幾觀眾嘅登台活動中，佢一上台居然俾全場噓，嘈到佢幾乎聽唔到自己唱乜嘢，仲要一邊唱一邊避開抌上嚟嘅水樽同埋熒光棒。但係謝霆鋒冇被打敗，佢要證明自己。1998年，佢推出咗自己第一首作曲作詞嘅單曲《末世紀的呼聲》，用歌聲表達內心世界，證明自己嘅實力。其後，佢仲幫好多歌手都寫過歌，唔少歌曲都好出名下，譬如王菲嘅《迷魂記》同埋陳慧琳嘅《假天真》。假天真，我怕我忘了怎麼區分。喺佢咁多歌裏面，社長最中意嘅係佢嗰首《非走不可》，旋律優美，歌詞動人嘅同時，謝霆鋒真情意切嘅表現力，當時就深深咁擊穿咗社長內心嘅縫線。25年之後，社長依然可以唔睇歌詞，唱晒成首歌。使唔使唱翻2嘴啊？嚟攞個咪嚟。唔使啦，唔使。以下節目涉及驚嚇情節及暴力，敬請家長留意。呢首歌當年橫掃4大頒獎典禮，奪得冠軍歌同埋10大金曲，非走不可打動咗無數聽眾，而佢嘅噓聲亦都慢慢變成掌聲。同時佢開始參與監製嘅工作。1999年，英皇收購飛圖，謝霆鋒獲得老闆楊受成嘅力捧，全面進軍華語市場。佢嘅第一首國語歌《謝謝你的愛》1999一夜串紅，除咗喺港台大賣，喺大陸、大馬、新加坡等地區都風靡一時。2000年，佢同大概11歲嘅王菲喺電影《花樣年華》嘅慶功宴裏面世紀拖手，坦蕩咁承認戀情，正式開始咗佢哋一波多折嘅感情之路。可惜02年之後，謝霆鋒走向下坡路，從佢嘅頂包案開始。
話說當年佢開住部法拉利喺香港嘅紅棉路風馳電掣，結果收唔住撞爛咗路邊嘅花壇，好彩冇人受傷，本來小事嚟嘅啫。點知佢居然事後着咗草，公司仲揾其他司機賄賂警員頂包，咁就小事化大咯。之後 ICAC 介入，以妨礙司法公正罪名鎖起佢，結果罪名成立，要喺裏面踎14日，親自體驗真正嘅監獄風雲。後嚟可能係由於成龍、汪亞姐等人嘅求情，最後輕判咗佢240小時社會服務令。呢單 case 當時轟動香港，令到謝霆鋒形象嚴重受損。佢被香港學生選為2002年風雲人物之首席最負面人物。謝霆鋒亦因此決定暫別娛樂圈。正當大家以為謝霆鋒要玩完嘅時候，佢喺2003年宣布復出，可能係經歷多咗成熟咗，佢開始專注於電影嘅拍攝。佢先通過《十月圍城》獲得咗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配角，然後喺2011年，佢憑借喺電影《線人》裏面嘅優秀表現，一舉奪得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，成為首位80後嘅金像獎影帝。同時，佢亦係首位一人奪得咗金像獎最佳新人、最佳男配同埋最佳男主嘅大滿貫演員。近年佢嘅工作重心轉移到大陸，身份亦都由台前嘅藝員轉變為幕後嘅老細。佢創立嘅後期製作公司 PO， 參與咗李小龍、桃姐、1942等多部電影嘅後期製作，巔峰時期佔據香港廣告特效市場大約70%嘅市場份額。然後佢又憑借自己策劃嘅節目《12道風味》塑造煮飯好男人嘅形象，再創事業高峰，並且開始涉足飲食界。佢借勢創立嘅烤香腸品牌風味派，累計銷售額達到15億，連續3年全國銷量登頂。謝霆鋒16歲負債指環出道，俾人杯葛，然後通過努力證明自己嘅實力，喺人生嘅高潮期鋃鐺入獄，捲土重來之後勇奪影帝，然後自己創業做埋老細。佢嘅人生經歷咗常人無法想像嘅大起大落，關鍵係佢而家都只不過係44歲咋。人生大起大跌得太快，實在太刺激啦！未來佢仲有咩故事呢？社長唔知，但係社長收到風，佢確定今年會喺呢幾個城市度開演唱會。錯過咗香港演唱會嘅社員們就千祈唔好再錯過啦！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